咱这大皮了呀，对呀，怕吃。大脾气给他我刚刚我听着的，转过去。来，过去。你倒了一下啊！我们俩再倒一桌啊！不是你先干啥？经纪人给一些人给，你们自己抬走钱的，你们送分给你啥？叫我啥？没抬呀，我们也不是小弟弟。你要嘛没家里在，就没记得干这事呢。啊那，就是这件就要考虑吧没啊？没家给到，没人顾的心了没啊？我之前的有嘴巴给绷住。缺点热的心了没嘴巴。谢谢你们。家人们需要4个人，过去救一把，帮一下！我不想再玩那个去多呀，俺今天冲突，过去没洗给嘉诚活络时代，谢谢时代之路哥送出来的小心心，谢谢哥，谢谢时代之路哥，谢谢 W， 谢谢你100只，还差一个人，家人们还差一个人，过去，很多名气，家人们还需要一个人，小心心，谢谢拉姆，不是谢谢 JM 康纳。送出来小心心，家人们加成的时候有什么上什么，求你们了！我不想再玩那个倒水了，家人们过去，俺去到你冲突，过去，罗桑帮一下，就一把，求你了，罗桑，求你了。杨姑，谢谢你们，求你们了，帮一下，俺去的今天冲突，过去，他给去的自己查很多干没多，之前都还没干不这些，家人们，求你们了，过去，20秒的时候有热气球，有跑车，有飞机的上一下，家人们，有没有奇迹呀？过去，要，罗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罗桑就一把，帮我赢一下，罗桑求你了。老三，求你了，过去！叫我什么？我不想再玩那个倒水了。现在是嘉诚，家人们，热气球有跑车，有飞机吗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？弄不住，需要一个飞机，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？欢迎伙伴，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啊？家人们过去，有没有一个飞机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？我的妈亲！有没有一个飞机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飞机呀？我靠，求你们了！啊，家人们，求你们了！阿莫达擦死完了，电机讲座没有破是破败的，家人们，求你们了！1.5倍加成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求你们了，送一下，求你们了！到我完了，发誓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只有10秒了，家人们，只有10秒了。哎，珍珍，你再下来吧。我不下来，我说了，我不下来。
我都卡住了的呀！我这手机放在这里啊。然后吃上我看你的掉，他吃上俺倒的圈。完了，你们分到王队完了。啊，王队让王队下来，叫我腾地呀上去切人吧。我下去，我下来哈，我下来，我俩下来。来，这是几零几啊709，买给了几楼的？我是4楼。我702这上去啊。 403。709，一个大瓶还有什么来着？一个大瓶，还有那个瓶子。哦，大瓶，你那边有啊？刚刚那个饮料瓶。那个我还没喝完，没事，倒掉。大不了一点。年纪讲说 king， 下 king， 加一那 king。2000票进了，2000票进了，今天那个票嘞，4楼的票嘞，看来等啊。이기는 날 벌어. 세셔져 그래. 아, 난데 근데 니키만 봐 그마서 헤티 주디아와 이기. 바로 세 당고 젤랑 봐 시티크나. 看着阿哥，我说到做到。4楼克。看着啊，各位，现在电梯里面没网。世界这么热。款什么款？一个飞机你款什么款？光买，我有票呀，我肯定光。你看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休息。这，我也怪谁我可听。什么叫哦？你好，黄金哦。这家。My God， 老大姐，过去。知道吗？过去。바로 가리겠습니다. 바로. merci. 와,你洗呀。啊，这来不？要上去哪一条？呀，那我们放个视频啊。我自己看了，我自己看了。我自己倒，我自己倒没劲。别冲动啊！这种盖的就不能不给你们看到。哎，2瓶肉，哎，过来多啊，吃啥？啊，俺在抢上呢。哦，这打招呼这个。哎，不好意思了。哎去。咱这大皮了呀？对呀，怕吃。大脾气给他我刚刚我听着的。转过去。大皮，不知道大皮。大皮哪里有？就一个。这哪里有大皮？就这一个，没有大皮啊，说了。哎，你这样老有菜了。啊了。这是在提交的。来，把真正放大，快点。把真正放大，真的。放对。他完了，家子，他完了。我看小哥的。来，过去。你找了一下啊。
妈的，好短，我看到。王队，怎么听这些？为什么会见过？王队，不换吧，谁说都换不了。王队，我靠，俺都娘把他叫啊，王队对的，俺几时就？王队，叫就没做的。王队。如果哪十个人有没有实力的哥哥把妹妹帮扶一下？我阿郎还是阿南？阿南，过去给他们展示一下身材，你的那个没玩不玩的话，看那样玩没？转过去，对没？有我这小的没等的没，身上你把手好给他破了吗？要嘛，等下好zero，等他把给他们。剧没给没剧，到家里没去了，他告诉我。他这上态度是他点子这样子。过啊，你往这嘛请过。我花了30分，别让他露纹身，素纹身，都给谁？妈的，他哪来的纹身啊？对，别让他露纹身呀！吃30，他没有纹身，若楠楠才算纹身。封号了30，经纪人来了，说他封号了30分钟，带着那个多姜人你搞 zero， 搞 zero 了吧？多姜人爬罗萨就随带塞就他在接不到的嘛。怎么30分钟？妈的，往这节奏这里 zero 了呗，让你。来，王炸，我们3个一队。哎，王炸和那个过来，这是王炸过来，还是那个啊，王炸他们2个能玩得起的。那个阿珍说什么？妈妈是的zero就是姨妈，我要露纹身。姨妈来了说，纹身，我靠！人呢到。家人们，手指送的方便，有没有一个墨镜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？墨镜给他走吗？墨镜给他走，有没有一个墨镜呀？有没有一个墨镜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呀？家人们，墨镜给他走，米奇给他走，妈妈就。谁录啊？欢迎啊！那个宝宝，我那看中的过来多少的些宝宝过来搞一把没？人不说么中计划，不能么家不说吗？阿珍，哎，过来多少些哎没？别23票，看见了就帮助。姐姐叫什么？姐姐欺负姐姐叫姐姐妈妈能不能上一个墨镜？能不能上一个墨镜？家人们加成，妈妈就加成个过路器的，需要一个墨镜，米奇给他走，妈妈就米奇给他走，谁有一个墨镜？家人们谁有一个墨镜？能不能帮一下？能不能帮一个墨镜？家人们能不能帮一个米奇给他走，妈妈就米奇给他走。欢迎少女 AK 来到我直播间，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？米奇给他走的话，是的，妈妈就给我欢迎。米奇给他走的话，是的，妈妈就米奇给他走的话，是的，米奇给他走的话，是的，妈妈就米奇给他走的话，是的，米奇给他走，喂，米奇给他走，有没有一个墨镜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？欢迎玉树9爷哥，能不能帮一下哥？求你了！
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呀？有没有一个墨镜？要妈妈就想米奇给他子，米奇给他子。没得消息在上的。欢迎 SEEYS 哥来到我直播间，家人们，米奇给他子，妈妈就有没有一个墨镜？米奇给他子，有没有一个米奇给他子？妈妈就米奇给他子。米奇给他子，妈妈就米奇给他子着起的，记了。SEUYY 哥，一中这个能不能关一下？能不能帮一下哥？求你了。这一种面膜，哥要直接那个给那个细节，那我直接妈妈这么多直接。感谢这送的啤酒，谢谢。要不要点点吧？帮我加点吧。帮我点点赞。没事多，应该，这是他送出来的。这是我姐姐送来的一个热气球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啊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我靠，我姐姐来了，完了，你们一个个听啊。姐，欢迎1376，直播间5个人。可以走热气球呀，家人我们。说实话，家人们，直播公司1376姐姐可以走热气球姐。就他那个牙齿。1376姐可以走个热气球。没自觉姐姐说啊。谁票连自己年龄都大。看一下姐姐发是刚刚通。没弄了呀，我们带摇了。姐姐，那金芬姐姐，你去网站那边吧，姐姐，你想帮她的话，没事姐，真没事。哎呀，你完了，烦死了！没事姐。大傻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好呀，妹，给他说结束小妹。对呀，姐姐，那对姐，你去帮一下他嘛，好，都可以。完了吧，是我。对啊，你去看这路数，对啊，那我。量太多了。渠道里面定下来再给这个。你莫把比我到底你。啊，那都快过来吧。我你2个，我都装掉了都，我发誓你完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然后真正的快上去，网站那边。手机太烫了，手机要带吗？欢迎阿富给我。咱们买什么？你就输了呀。看这路难买车车。阿富，有路小组。欢迎清风姐啊，欢迎清风。网站。没把多钱吗？让真真来9路。真真来9路，来9路。来9路干嘛？让他拿瓶子，让他拿瓶子。拿个瓶子过来啊，拿个瓶子过来啊。我这边没有。啊，我这边有，没事，你来我这边。蓝瓶哦，蓝瓶。我可以来吗？可以啊。快点，他什么？我操！今天这是多少？救命啊！这边到。快点过来！你个屌，这怎么的没点击？哥哥是哥哥，看到。快点过来，珍珠。欢迎万仔啊，欢迎万仔。怎么哦嘛？王哥啊，这么多票？晚上是几路？9路。OK 啊，谢谢没毛病，让你误会了。他都一路，你们的你说的没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来，帮我看看。
哦呀嘛喽， OK。已经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笑屁了！啊，上了。几零几？我开门，我去开门。他都已经习惯了说。玩个大一点的啊。我不玩。说真正没事的。好的。要把这回倒了。他说。过来。俺那能玩的，其实的。那个我发给我说，俺这是更不懂。你先说大一点的行吗？别去了。你不是我头上面浇的吧？没提前在里面zarur了呗哈。真正放的。把真正发誓，你看一下后面吧，你看。把真正放的。发誓。汤都流出来了，发誓。太臭啊！还有一个对吗？没有，我里面有人家讲说对。哪个有没得？哪里有？哪里没有？进来的下一个。前面倒一个，前面倒一个。你俩老前面倒一个，快倒一个啊！你俩老。去发誓。不能那样摸的，娃站起来。呀。可这不跟骗到的，我这。来，放球，真正放球。来，听我。家人们谁来救救我？再倒一组。啊。不是你先这啥？经纪人给一些人给你们自己抬走全的，你们送分给你啥？我啥？没抬呀，我们也不是小弟弟。啊，你说嘛，一些事情你跟他们说嘛。给我们哥，俺一起去的哥，俺弟弟就用一个。谢谢姐姐。好些啊，电子讲不是下包，下包直播。你们听着喂。能，但要嘛，阿珍的弟弟嘛，要真正要自己没事了，真正要阿珍玩不起，不是玩不起啊，就是他只能在头上倒水。么你把你们都虐了，拧结，可惜。那你先说惩罚呀。惩罚弟弟们。去没呗？去苏国到多差不啦？那顶下准备洗澡去还是没呗？平常去来这里，我得瞄俺进来，可能睡这里我买几千，拍进没呗？拍照片是去顶到了，过来给不丢。能玩吗？不玩。不玩，滚。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们的建议。他们全都不玩的话，咱们就换个惩罚。可以。或者你们一下给俺看看你意思了是这种。真正玩不起是阿珍玩起，只有安娜呀，对，只有安娜我们4个。安娜能玩的。阿老啥需要一个气球？直播间5个人帮我点。哎，乐达惩罚乐达哎。俺这个姊妹的叫我需要队友呀，我靠。对呀，所以呀，我说了呀。对个。不是，那安娜来，你们这边组一个。安娜真正下面的阿珍就是惩罚式的。我感觉安娜那个玩的比较久嘛，说实话玩的比较狠。然后你来说吧，安娜。你最爱这个点。我对那大弟吃呀吃，你们都整包一口说了。谢谢姐姐，非常感谢。俺现在在电子店做呀，俺这你有缺牙齿吗，王队？对他有。王队有，姐妹。已经完了，我刚刚被浇水的。安子和真真好好拉票，我也可以好好拉票。OK， 我没票现在。那我们全都是。原因。对啊，是你。看你们没有歌，没有歌。等一下歌，我们在那个定惩罚。他那个婆婆就是惩罚这话。瓶盖。瓶盖哎，两位他知道的，安娜知道。这把帮个忙啊！给他罗的是帮忙没？你啊，阿珍那边有瓶盖吗？饮料瓶盖。有啊。有2个吗？一个有。
有两个。 哦，有2个是啊，真正也有吗？这个的可以吗？这个瓶盖就行，热了嘛。我知道了。有2个吗？一个有。再找一个。没有。没事呀，可以换呀，2个瓶盖，这个面才的，这个面里面的。好，那毛头呀，那个这要吃的吗？只有一个的那这个呀。换着。真正呀的地铁咱们送去给你们去，然后说瓶盖进来了嘛。你们说的话就这样，瓶盖就这样放在安南知道的，放在那边。假如就瓶盖放在那边地上。好的 S 的。放地上。哎呀，2个瓶盖。地上去，你刚被独自当去，把这天接不的，刚被干了呀。刚被袜子也不能穿啊，不能穿袜子，就在那个脚底下按着。王队。啊，你们先往我下播一会儿，下播1分钟，我这边有事。我呀。啊，停在这里。好的 S 好的。就面蓝对面，就来说接触嘛，但俺那没事喽。就来这几个，真的是掉了，对，刚被我提的。起来嘛，女了吧，也是你让我躺下的吧，我靠！不是按说就这样按，你看，假如是这个的话，得停在是掉了的，停在是刚你就要架子，停在是。哎呀。大家再来一个男的嘛，快点。我来拉等一下啊。我估计拉的有。哎呀，会。王队哪个有实力的哥？哎呀，这的，俺王队想不的。S 哥在哪 ？S 哥。我这个票有那还不错。那品质这个一定要帮我都被湿透了。啊，去郑州我们俩都习惯了摇。哎呦，我是哪里这个？对吧？咱们放一下。要是这个，我拉个帅哥，快点。Hello，老宋同志。Hello。你那边有那个吗？缺牙齿有吗？没有。你那边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我这边有瓶盖吧？我一起念一个啊！我要给他不是很多有很多衣服吗？5个衣服捆件先穿。就5个衣服穿在一起，一下子能玩吗？我是哪里这个哥哥，从这个这把帮一下吗？王队有实力，对吧？我说我不打了。我真的没人。哎呀，那老师等着呀。哎呀，你们先再找一个吧。好的呀。欢迎鲁巴哥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男的。碰男子给他拉的，他打几个？他玩不起的，真的。你队友是谁噻？3个女的一起个。家人不，咱男的没有的。我这边有一个，看一下这谁。你们来说话，我不会说的。快在土里，年纪拉那个。快！哦，太子对。我在扩张。太子主小给帮给儿子那这里，人家吃的，往这说。我这边没有呀。往这。你撒娇啊！呀，太子怕有太子主小出，可送怕单。那些女生过去，快点过来，要不然我不能过去。哎呀。真的有点怕。哎呀，不要说不说话的带兄弟们。欢迎4几个。你们了。俺门都开，就最开的。大叫啊，准不开啊！你们上线了，那还有这个，等一下，我来。靠，你已经达到了极限噻！我来开。说了的。来，王导过来。OK。来，家人们现在手把上。家人们现在有热气球，有跑车的上个跑车热气球，家人们一直摇啊的，有没了。家人们2倍加成有热气球，有跑车的上一下花轮，谢谢我哥上的跑车，谢谢我哥上的跑车，就跑了算我养过就赶紧钱么？谢谢我 S 哥，谢谢哥，就养过我么？是你开张的肯定会有好运气的，谢谢哥，要我么？当俺出去这边的我都习惯了的，我都习惯了水的温度，知道吗？你们？看从这脚啊，看从这点地方从。哥，
哥哥加成上面姐放小就像你说的一样，风水轮流转，知道吗？没有哪个小孩天天输，没有哪个主播天天输也绷住，就像你一样，不要觉得赢了几把就觉得自己能的不行了。哈，我说姐，一票的选手不配跟我说话，姐我把你的麦闭了啊，也绷住，你爱说什么就什么。爆头啊，爆头，给自己人咱们家直接挖血啊，要啊，大路一样。太子看起来是旁边拍给他，看夹住一百个，你给我拉下去。我的天，谢谢哥哥加成上面帮教哥哥，谢谢你拉票，亲妹妹，加成拉票给绷住，3个绷住，就像绷住一样，腿给绷住。加什么加成？叫我是你亲戚吗？不是，叫我不是我亲戚，你是我亲戚呀。你这么帮我，你真是我的亲戚。欢迎下播层，哥哥用高欢迎热气球的跑车我拿着瓦器，谢谢我阎王，谢谢我阎王哥送的一个小心心。他说没送过的妈妈就没送过的家人没送过的，没送过的家人们他说没你过的劲。俺仨谈进的小的俺们去过去空茶站俺苦在过不落白。欢迎罗顿柱能不能帮一下？欢迎渣娘还需要2个人，没你过的，没忙着的你过的，妈妈就养过，帮我养过，谢谢你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交给我跑车，真的是你开张的肯定会有好运的，希望我能赢下这把，真的是发誓。家人们需要2个人帮忙过个加成，家人们直接点关注，只需要一个人，没在关注点击。阿莫现在不要上歌，你上这气球干嘛呀哥？加成我的没送建议，我是叫俺拍的飞机在讲的擦伞的，加成为什么不在加成时候送呢？帮一个，为什么不在加成时候送呀？为什么不在加成时候送呀？我特别没票，特别拉的，给我特种加成干嘛送信？我不知道抖音 PK 是怎么打的，哦有哥哥有加成，俺的笔袋加成这些了，对不对？俺的加成我就送过来，一张秒纸袋最动，我们要等这个加成过了。上的话，你上了一个跑车的话会有2000票，一个是热气球的话本来有500吧，现在会成1000的，一点都不拉呀塞，没有哥，没有。他现在有什么上什么，家人们，有跑车上跑车，有热气球上热气球，有飞机上飞机，飞机是不可能的，家人们，有墨镜的上个墨镜，家人们求你们了，有跑车热气球的现在上，现在都是翻倍，家人们1.5倍都是翻倍，有谢谢他，欢迎塔尔卓哥能不能帮一下？欢迎比如男子哥能不能帮一下？哥哥姐姐们能不能帮一下？有热气球有跑车的上个跑车热气球，家人们1.5倍加成，杨过帮一杨过，谢谢你这么帮我，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就这么帮我，谢谢你们1.5倍加成谁的家人们，欢迎无常哥来到我直播间。家人们有热气球跑车的上个跑车热气球吗？家人们拜托了，欢迎放羊男子哥，家人们1.5倍加成还剩20秒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家人们有什么上什么，现在有什么上什么，家人们现在有什么上什么，家人们1.5倍加成，1.5倍的加成哟，家人们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快要没了，只有10几秒了，家人们只有10几秒了，老妈亲，只有10几秒了，我们2个好好打一把吧，9点半开嗓。叫通啊打给没得吃，家人们，俺他去给龙巴苏一着去的，反而是他赌博的。家人们，他现在有没有热气球呀？热气球给他走喂，妈妈就热气球给他走喂，妈妈就热气球给他走喂，叫我点么过，往这去跑了说去点么过，反是点么过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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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票选手，7票选手哦，几票的有啊？欢迎小熊打个洞，家人们守塔一下，除非那边有个人真好。来3、2、1，嘉年华。有没有一个跑车？最后16吗？可以上一个跑车吗？欢迎小卓啊！3、2、1，嘉年华。3、2、1，嘉年华。哎，输了。汪队，温水轮流转，知道吗？对，没有哪个主播天天输，没有哪个小孩天天不见。你输了，你没有资格说话。这个什么汪追了，还是什么汪追了？不知道叫啊这个。他们2个还好，打了7票6，知道吗？对，像个6票的选手，7票选手，啊，我真的像他们好像有很大的实力一样，一直玩水。他的决赛你嘛去嘛了，这刚才天叫来叫了，像我不一样是。天哥哥谢谢啊，哥哥。一人发一个吗？还是怎么说？一人发一个吧。安娜你发谁？阿珍你发谁？你俩发谁？
安静。我想给王队浇水的发誓。票给就，如果那边票给的话，票给就可以票给给俺把子脚的快录完，对了，我妈蛋们，我去牙齿你来差不多得去嘴。闭嘴，玩得起吗你？我的缺牙齿你按认了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缺牙齿你只要了一口给，直接2包一起吃来评。哦呀，可以，我一。哦，快点，直接来。可以啊。快来，快不能喝水啊！不能喝水啊！喝水前啊，妈的，一天没给我打水，不能喝完点。可以给我把这些放大。下了啊，游戏开了噻，好的。把这些放大呀，不能喝水啊！可以。妈妈，这样接触你不直播吗？你还骂啥骂？头骂。还有没有多余的？直接吃，另外一个直接吃。就是吃动物的，làm sao mix à mix à应该。我的发誓，不能叫你不好意思啊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啊哥哥，真的，每次关键时刻哥你来帮我，谢谢你啊哥哥，真的。就是吃动物应该录的。多少嘛大概？啊，我说。欢迎深情小子。也开来，西江嘛也水其实12点直接米酒单的，也不要浪费我们金贵的时间给绷住。我们也享受游乐一下，他放手一下，我不想看到他，求你们了，快点。也绷住，没票选手，6票选手，666，你个老六滚点。验。说什么都可以对吧，安娜？对。来，把你那个热水壶拿过来。里面装满冷水。哎，真。哎，那种气嘴啊，这不要说普通话哦。OK。哥，能帮我再帮我一把吗？哥，帮一个。阿正，你罚我啊？谁罚我？谁罚我啊？就是先把王炸放大呀。你先等一下，别急。可来大姐。哎妈天！来，把那个帽子脱了。而且不要让我做这种头发啊！这种头发我都来不及，我直接。可以给，看一下的，那边吗？你直播的时候，你说你玩得起才拉进来的太子，什么？不要蹲啊！不要蹲，站直，直接这样倒。凳子移开，灯看不到，站直。站直，然后这样倒。没得，等一下。这样的话不会被抬走吧？我们都到了，什么抬走？对，倒。我让你到了吗？你。那我输了。那你活该。我靠，倒这么一点，你礼貌吗？没事啊，那个好像没倒上。然后没倒上。你在干嘛？我想看那个短剧。我们这几多叫我出东北说的起码东北说的几多叫我快垃圾桶啊！短剧看了吗？中国短剧看了。全都有吗？都有没有？我都有。那我去下载了。那你发吧，你们发吧。太子，你在几楼？我在5楼。那还是你自己倒吧。我倒水哎，那不好意思，倒不了一点，谢谢。我的起码王队，你看你拉的人，我靠！不是说我，那不是你拉的吗？你不是说太子吗？不是你拉的吗？就安娜拉的。快点了的，你看啥？等一下。那你说一个吧，那你太子咋走了发售？到刚才没去了，俺没整。王队，你还有多余的切牙齿吗？金鱼这边的姐妹。啊，我有个5块钱。
来呀，在我鞋干他们就吃了，三的真谢谢吃了。随便进来玩的，你们这样把我都太子不用玩，就到了个嘛，给他玩的起码给绷住。我随便进来跟你们打 PK 的，我又没有这种说，我才不这样玩。317，这鞋吃的。317姐。玩其他的可以，这种我真的做不了。鞋吃的。跳舞嘛，给绷住。给绷住。在方面。那给我手机要一个嘛？那把我放大。我放大起的。鞋速度脚不行，那车过的赶不及，快点跳到30位置，脚不行，刚来看有车啊姐。还没31里，看这三个能够等着，假不说31万买不到。哦嘞，31不到的，他的29多，31那些30那些31不到1分钟了，快点。脚不行，那跳姐。我声音放大一下。脚不起啊，速度快一点，刚来看有车。OK， 先不要这样。我在奖励你啊，这是在惩罚。家人们，现在翻倍，家人们现在翻倍，谢谢送出来的跑车，谢谢哥。确实，不过主播也愿意接，也有道理是。要求别人，他既要有人，哇靠！谢谢再次送出来的跑车，哇靠，破费了哥。我放个音乐啊。不用确定，这把开始讲。来，这把开始的。来，这把开始的老姑妈，看着俺同的小个的，还告诉我不用看车账。闭嘴。小过你的呢？啊行。那给他一嘴。哦，不是，来，下面下城来了，需要走个人，需要走个人，来下面6个的小。谢谢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，送出来小星星，需要8个人，家人们需要8个人，能不能每人整个小星星啊，家人们需要7个人，直播间300多个人，每人整个小星星好不好？他那种在意的话，你们要支持我，知道吗？他那种谢谢桑先生送，还差4个人，家人们还差4个人，还差4个人，家人们还差4个人，我有榜一照，我不怕。还3个人，家人们3个人，我要我的给，还差2个人，家人们还差2个人，快点把这个加成过一下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差1个人，我靠，我是第一次收到的抖音也好，真的是我这辈子都没想象过，嘉年华就算了，我靠是3倍加成，家人们是3倍，我靠是3倍加成，家人们有没有热气球的家人们？直播间300多个人，有没有整热气球的呀？有没有整一个热气球的家人们？有3000个票，一个热气球有3000票，家人们。一个热气球就有3000票，家人们有没有整热气球的呀？不要只靠我榜一哥们，求你们了！谢谢哥再次送出来的跑车，谢谢哥，3倍加成，家人们拜托了，3倍，热气球就有3000票，家人们，热气球就有3000票，热气球就有3000票，家人们，热气球就有3000票，有没有热气球，家人们？热气球的话回关，家人们，热气球的回关。桑先生能不能整个跑车呀？桑先生能不能整个小星星？能不能整个跑车呀？桑先生。对面，对，谢谢桑先生送着跑车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家人们，有没有热气球呀，家人们？能帮我过个任务吗 ？Scratch。
伤口一般噻。真的对面好过分，又不吧，又不想，就是不想做惩罚，对，就是不想做惩罚，像个死大肉一样。这叫意义呢，哥的。头这后来都要丢我去，过分干什么啊呢？没有过分呀，我说你破败，你不破败没有惩罚呀，对，这个有过分吗？俺们这我这个东西没拍的丢我去。拍的噻，好后面给单边送着热门的。还可买没带个，现在可几个还可个的，对面还可买没？后面俺几个来好后面。当俺开会这些时候也他妈没得等个没得。俺来给我开会叫这意思。没事，妹妹，你就说评论区这样说的噻。好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谢谢你们支持我，真的，谢谢，特别感谢，谢谢你们能支持我。我跟他玩，我咋竞争嘛的，我不是那种咋讲，我就是我。特别看不起他罚女生那种，然后我自己他怎么说嘛，支持我的人有的话真的挺好的嘛，然后就跟他玩，不是为了但这再见着嘛我不是那种在家家嘛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就是看不起他那种对女生罚的特别狠的那种人，尤其是他跟那种没票的女生玩的时候罚的特别狠，然后我看不起他，所以我跟他说了我要跟你打，这样说了这个我相信你，所以帮助你一下。好的哥，好的知道了。我不是因为我很喜欢扎姐，我根本就不喜欢扎姐，所以才跟他打的。